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12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检察官查到讲有协会利用交流的名义，办超过5000个中国人来台湾游览，但是已经约谈协会负责人。刑事局查出有不少的生理人将叶案染色，才伫咧电视频道上卖，有超过5000个民众受吃亏。远东航空下晡2点外发出公告，证实明仔载起会停止一切飞航的业务。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早起远东航空的网站无讲无答，就暂停卖票的业务。下晡2点外，远东航空正式发表公告，证实讲明仔载起停止一切飞航的业务。这份公告嘛，准作是遣散员工的通知。但主管机关交通部民航局也会召开记者会，说明要怎样应对。早起，远东航空的网站公告讲，为着配合系统的维护，订票、买票暂停所有功能的业务。下晡2点外，远东航空发出正式的公告，讲公司因为长期亏损、资金有困难，会自12月13日，就是明仔载开始停止一切飞航的业务，员工嘛拢会遣散。就连下晡要飞金门、澎湖的机班嘛，同款取消。交通部民航局是会按算找华信和立营这2间公司接手外岛的航班，另外，阁会召开记者会，提出应对的说明。这也是煞伫咧2016年复兴航空结束了后，阁一间停业的航空公司。另外，咱嘛赶紧来关心2天前，内政部移民署就开始掌握到一个协会，甲政府申请讲要办和中国迄边的交流，结果是去招募本身阁有公务人员的身份这款中国人客来台湾咧观光佚佗。检察官查明讲，已经有超过5000个中国人捌闪这款空棒入来咱台湾游览，但是已经约谈这个协会负责人甲配合的旅行社了。除了1000万人投费，你有没有赚取中国的好处？退休报社记者洪庆林成立新北市水资源经济发展协会等12个无实际运作的非营利组织，甲20多间旅行业者合作，和中国公务人员借着短期交流名义来台湾观光。11，洪庆林甲旅行社负责人被检方约谈。中国人士来台湾旅游，爱找政府特许的驾照旅行社办理，不过审核较严格，爱附在地证明，卡出只是来台湾交流，审核就较松，影响移民署申請得到出入境许可證。洪庆林甲非驾照的旅行社，看中国客方便的市場需求，被移民署2年半前開始掌握到，因利用人頭協會偽造文書，提供假的專業活動計劃書這文件，予中國客假是來台灣交流，而且還佫隱瞞有公務人員身份。2017年到今年6月，已經超過5000人用安的方式來台灣。他們以集團化的方式經營交流的業務，邀請大陸官員來台，從事假專業交流，然後那些相關的一些官員都沒有填報真實的身份。被約談包含基業旅行社、上通旅行社等，引頭協會偽造專業交流行程，會向旅行社收每一名中國人客新台票2000塊的人頭費，不法所得超過1000萬，涉嫌違反兩岸關係條例甲刑法偽造文書罪。洪慶林甲旅行社負責人，過去15萬交保，洪慶林另外被限制出境。記者綜合報道。咱趕緊過來關心講，美國的國會聯邦眾議院剛通過一部國防授權法案，這中間有3條法律對咱台灣是真有利。第一，就是成立顧全美國和台灣中間網絡安全的工作小組；第二是固定派軍船駛通過台灣海峽；第三是賣武器，予咱提高國防。川普總統嘛講，等參議院迄邊若完通過，伊決定是會隨簽字發布。國防授權法案，美國眾議院伫咧美國時間10日通過2020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用377票贊成、48票反對，輕鬆來通過。美國總統川普嘛伫推特鋪文講，呼籲國會唔通擱拖，若是通過啊，伊會隨來簽署生效。This bill contains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policy and funding initiatives that 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our troops and their families.
各项收款法案，若甲美国联邦议员所讲的同款，第一届替所有联邦监会国员提供有薪水的加暑假，其中针对台湾部分有3项条文，包括成立下部会各界美台网络安全工作小组，佮通过未来常态性派军舰来台湾海峡对待军售，甲各界人员交流等等，强烈支持台湾提升国防能力。美国参众两院不分党派对台湾的的关切，特别是对台美军事安全合作以及台海安全的重视以及支持。另外，外交部表示，这届法案有针对台湾大选了后45天以来提出报告，说明中国干涉台湾选举的行动。各项收款法案总共编列7380亿美金，伫咧美国军事开支面顶，伫咧众议院通过了后，所来等待参议院通过，总统川普签署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过来关心，过去这个月，有台湾未少间大学拢有协助香港一寡大学生入来学校挖班读册。但教育部嘛含着委会配合，要进一步来举办一个欢迎香港、澳门遐学生来台湾入学，也是转学来这读册的计划。目前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和中兴大学拢已经有发表招生的办法了。香港反送中烧炭到大学校园，12月初开始，已经有台湾学生甲香港学生来台湾短期学习。一位伫咧一间国立大学读册香港学生讲，9月到11月伫咧香港实际罢课，上课时阵淡薄仔吃力。我有第一课还是听得懂，更要自修或者是就等下一个学期才上课这样。虽然还是有短暂，这个香港学生提出后学期交换学生的申请。听讲教育部上新公布，大学会当针对香港、澳门学生甲华裔学生来台湾立下甲转学的试办计划，伊讲即马也无法度决定。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才会考虑转学这样。那要是转学的话，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无法度预料香港会安怎发展。城大提出的计划，转学是分多阶段实施，读书的人以募款基金来补助机票、学杂费较大的。另外，交生甲香港、澳门学生单独招生要结束啊，嘛会搁办理。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思考，以他们的心态跟他们现在感觉到不安的状况，来为他们去就是说安排一些比较他们可以多一些选择。会继续的协助呢各大学在符合总量标准所定的生师比还有师资质量的规范下呢，来接受香港学生来台学术交流、访问、交换或者是修读学位。除了清大、台大甲中心的计划，嘛得到教育部同意。清大、交大几多间学校嘛咧送件。教育部强调，协助香港、澳门学生、华裔学生学习，是以10派的外加名额，袂使影响教学品质，才会当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早起蔡英文总统针对对手韩国瑜和张善政这组候选人，一直咧指责民进党操作网络、放假消息、假方式。伊大力批评讲，韩国瑜讲话拢无根据，当着连捌做过行政院长的张善政煞共款。另外，蔡总统嘛讲起，蓝军一直咧议论要委托啥人来主办总统大选的辩论，这层嘛是政治操作啦。总统蔡英文12日桃园主会堂后晚会成立大会，对手韩国瑜真正指出，这场选战是乞食甲王子的战争。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伫广播节目批评蔡英文做真侪歹代志，对这件代志，蔡英文是全力回击。他这个讲话都没有根据，也没有具体的事证信口开河的这个习惯真的要改一改。以前总觉得韩市长是信口开河，怎么连他的副手做过行政院长的人都信口开河蔡英文表示，到选战上尾大家拢真紧张，但是也是要回归理性进行这场选举。面对卡信用汇入的网军争议，韩国瑜点名蔡英文爱望良心讲话。蔡英文是表示尊重司法调查。倒是良心这件事情这个韩市长把高雄市从第1名的直辖市做到最后1名的直辖市，他的良心应该要是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事情。关于辩论主办单位相关争议，蔡英文批评这是国民党的政治操作。是在过去的几次的总统选举里面，在辩论议题上做政治操作的都是国民党跟国民党的候选人阵营那我看这一次的操作的手法跟过去也没什么两样最近传出旅行社偷偷和中国国务院来台湾，出现国安危机。蔡英文呼吁司法单位要赶紧查获清楚，嘛会加强掌握国安状况。针对郭文摕表示有意思要参选2024，蔡英文是真笑话讲，伊干那要选2020。
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看韩国瑜的电影，再去针对能源的政策批评民进党政府，讲因上贵用上介贵的价钱去买设伫咧岸边迄款利用风力捧叶仔来发电的迄款电，啊，佮讲政府你唔通干那用非核能的家园这种口号要来治国。另外，韩国瑜这边嘛讲到，若是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廷，感觉因为南军咧批评杨惠如这条案，有去算到伊的人价值，上介好是得要登来台湾说明啦。我们现在的这些当政者，哪一个人当政了以后去过核市场？哪一个人真正去过核市场去了解，然后他就开始还。前核事处长出席韩庭营12举办的能源政策记者会，批评即卖民进党政府无了解核能的使用状况，就一直来反对核能。韩庭营嘛批评讲，民进党政府用官价来买离化风电，让全民来负担这寡债务，要求尊重用核用力的公投结果，袂当用非核家园的口号来治国。啊，毋过媒体关心的杨惠如网军案件，引起驻日代表谢中廷甲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两个人互相伫媒体面顶呛声。谢中廷讲，唔知影做外交该处理抹杀人格的风险。对这个代志，张善政是无要回应谢中廷的讲法。杨惠如这卡神的焦点，真正背后其实是民进党，不只是这个谢长廷一个人。所以我说这个卡神的这个网军焦点，请大家看整个民进党，或是看蔡英文。谢代表如果愿意的话，其实就随时回来嘛。如果他愿意主动的话，我们就主动的来争取回国来跟大家说明清楚，那么人格也不会被抹杀，人格也不会被谋杀。啊，若是接任韩国瑜竞选总部主委的朱立伦，12要甲台北市8个立委选区走透透，替当值立委候选人来徛台。第一站选择替过去新北市会老董事林奕华来助选。针对杨惠如网军的案件，引起南亚立委去外交部外口抗议等等的事件，伊个一个批评外交部甲大门关起来，是晚清时阵衙门才会做的做法。如果国民党有任何委员应该道歉的，那就是诚挚的道歉，不要横生枝节。但是对事情的真相本身，我们这些委员有受到伤害的，我们还是要予以支持。针对民进党推缩路价5司法口号，朱立伦嘛批评讲，拄着选举，民进党永远干那一步，就是一路抹红自黑。家己杀出来候选人不如别人，就干那会晓做这件代志，是要安怎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昨有电视节目播出访问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就是台北市长郭文铁的内容。节目中又讲起按算要参选4党后的总统，结果早起记者咧甲伊问起这件代，伊煞回应讲：我敢捌讲过这个话。总是郭市长嘛讲，民众党的选情定定要骨力拍拼，一色一色好。我这样讲吗？是怎么讲的？反正就是做好每天该做的事，时间到可以就选。2020总统大选，小党的声势是去互大党压掉咧。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11接受电视专访的时阵，提早预告，讲要参选2024的总统，也佮讲即阵该传的拢有在做。选前剩1个月，郭文哲更伫咧这个卡刀表态要参选2024，是不是代表民众党的选情真危急，引发外界关注？应该这样讲了，不管有没有告急，还是要努力的，因为这个还是一样嘛，能够多一点席次，这当然是更好啊。郭文哲11伫咧基隆演讲的时阵提出，基隆准讲要有上大的发展，得要接入去台北市，国土规划才有法度发挥上大的效果。伊表示这是首都生活圈的概念。正确的讲法叫首都生活圈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在行政上并进来，其实应该从基隆一直到杨梅这一带，大概也有1000万。这个会最符合整个城市的竞争力。那对台北市联合病院为着符合健保署伫咧3个大病院门诊量爱减2%这个规定，通好落实分级医疗，去方逼出做介绍。身为医生的郭文哲是颠倒考试这件代志，唔知影佫是倒一个网军伫咧操作。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白做工不报账。结果你看看那个报纸的标题，说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做假账。我看了看，都心里想说，哇，这后面又是哪一个杨惠如，又在带风向。记者阿敏珍、蒋建光台北报道。来看 TVBS 民调中心，打公布花莲县立委选举的民调，无党的布坤基目前排第1，赢民进党现任的萧美琴立委2%。这篇调查内底，佫有问起讲，南军的支持者若放弃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归心支持布坤基者，伊甚至会赢到11%。目前花莲的地头众人是拢咧回这篇民调，回甲日头日头。
花莲立委选情目前是3卡赌的局面。TVBS 民调中心公布上新的民调，若是明仔载的投票有29.6%的民众表示会支持无党籍鲍昆萁。民进党现任立委萧美琴是27.8%支持度排第2，国民党籍黄启嘉是16.8%排上尾。若是产生起步效应，泛蓝整合鲍昆萁会大赢萧美琴11%。萧美琴跟傅昆萁现在已经在民调全面缠斗当中，我想我们的情况是非常的告急。好，我想这是所有的乡亲都能够了解。所以如何团结整个花莲的乡亲，彻彻底底来下架民进党。民进党萧美琴是表示，民调拢是经时间鼓励，起步唔是会当影响的，会继续拍拼，做好应该做的代志。但是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表示，无起步的问题，若是有，嘛是去中国保台湾。这个政教弃保也应该是大是大非的弃保，弃中国保台湾，立专制独裁，保自由民主，支持萧美琴。就是保民主、保台湾。但是国民党的黄启嘉对这份民调是真怀疑，我觉得那是有刻意的政治操作在，所以我想，如果这些民调是准的话，那我想韩国瑜总统候选人根本就不需要对民调表示说大家不要去理他了嘛。但是这份民调冇讲到，有24.1%的受访者还未决定，1.5%的民众3个人都无支持，所以争取中间选民的选票嘛是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买啊，今年3月有民众伫咧专门卖产品的电视频道顶头买珠宝，送去鉴定所甲讲，袂啊像节目中咧介绍的遐有是二等品去做手的，就安尼提出检举。经过刑事局追查了后，证实讲这是不肖的生理人将药啊摕去染色，才伫咧电视频道顶头化学鼓舞，拍算有超过5000个民众受吃亏咯。一粒一粒的宝石看起来金死死，阁有讲是真罕尼快，数量真少的拿宝石破链。不离个安怎看，色水就是无啥自然。这寡拢是刑事局港外查扣，伫咧专门卖产品的电视频道内底所卖的关键珠宝，虽网拢讲是翡翠或者是高级玉石，毋过实际上拢是染色的，阁有二等品。这个电视购物台在审核相关合作厂商贩售的这些珠宝商品并没有很真实的、很落实的去做一个品管的把关。仅凭这个片面订定的契约由这个珠宝商自己提供珠宝鉴定书以及产品之后，就上架来贩卖。有民众伫咧这寡电视频道内底买1万块的珠宝，送去鉴定了后，发现讲是二等品，提出检举。警方表示，这寡加做是高级珠宝的成本真低，毋过使用每一件1万块至6万块不等的价数，伫咧这寡电视频道内卖。珠宝商甲电视频道来配合，用拍摄、化学或者是购物节的方式，得到消费者的信任。虽网络有副鉴定师，毋过嘛是甲配合的鉴定厂商所伪造的。就由自己的家人另外去成立了鉴定中心。直接就由这个球员兼裁判的一个方式，珠宝自己来做，然后这个鉴定书也自己来开立。那另外也有珠宝商是结合了这个不肖的鉴定中心。就是上村国内鉴定管道无够通光，嘛无第三方公正鉴定机制，消费者买了大部分嘛袂去送验。这寡恶质的珠宝商甲鉴定商就配合来开鉴定书，做花做手来欺骗消费者。初步估计有5000个受害者，不法所得超过1亿3千万。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代志，到底是骗还是买卖，有当着理袂清。而且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当宣布讲，过去是规定业务人员投资型的保险，若要卖70岁过的老大人，规站拢着爱录音还是录影。毋过明年正月过，佮契约内底有列着解约金还是生存金这款保险单，嘛同款爱录音录影哦。另外嘛规定业者绝对袂用伫鼓舞人客用保险单去贷款来纳保费。为着避免争议，今年开始实施70岁以上老大人买投资型保单爱录音也是录影以后，金管会阁宣布，录音甲录影的范围会扩大到所有解约金的保险商品，嘛就是业务员未来只要要卖有解约金的保单，予70岁以上的客户，经过客户同意了后，卖的过程爱录音也是录影，若是客户无配合，就无法度核保。接受人家来跟他解说这些商品的时候，未必能够很充分的理解。有一些争议就是因为他前面没有理解，所以后面解约啦，或者是给付内容可能不符合他预期，都会容易产生消费争议。
金管会指导个修改法规是参考外国的做法，背后老大人面对金融商品的时阵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根据寿险公司统计，今年规定就落了后，顶半年70岁以上要投资型保单剩1万人，金额173亿，甲去年比起来，去年是全年3.3万人，540亿。预估今年70岁以上的投资型保单新契约的件数，甲第一年的保费收入拢会大大减少。国人买那种相对比较储蓄的，一直都很有兴趣嘛。对啊，只是说投资环境变了之后，我当初买的用意跟后来的结果可能有落差的时候，大概争议那时候就会出来。金管会表示，寿险公司留存录影档案的时间，要伫了解保单有效期间结束了后5年，嘛规定业者袂当扣款也是诱导保护，用贷款也是保单借款的方式来纳保费。目前修订办法都已经公告，预计明年1月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看几条6都的新闻。新北市拍箍西宽中的电车捷运线，连面就要通车。不过北昆捷运的司机工会却指出讲，近来台北捷运内底有袂少司机人员拢互公司调出去支援，甚至佫限制因袂使安排特休假。不过台北捷运公司这边是讲，调查起来有8成的司机。特休假，但是拢有休一半较低咯。北区电联车驾驶产业工会带台北捷运司机出面指控台北捷运公司人无够，互司机员常常向公共食饭了，就该继续走车，而且限制员工排特休假。工会质疑，劳基法修法了后，特休假安排应该由劳工来主导，但是北捷公司却要求员工先排特休假，佮暗示讲若无配合，会影响考核的成绩。我坚持我要休我的特休假。那公司现在的处理做法就是，他在你的需求日，他就跟你说，好，你坚持要休，我就当做你临时请假。但是这样就要影响到你的全勤分数，影响到你的考核分数。12月5号是丢年休，但是最后他就是塞一个 R 给你，对他你的年休完全是没办法不会给你的。工会质疑，因为新北环状线特别通车，司机员分配互调派资源，人无够用，致使员工特休休袂了。对这件代志，台北捷运公司回应，公司拢是照劳基法进行排班甲休假，到今年11月底为止，已经有8成以上的司机员，甲当年度的特休假休完1半以上。如果员工当年的特休假没有休完，可以按照我们同仁的意愿，将特休的天数保留到明年，或者是换算成工资，在年底呢会汇入我们同仁的账户。北捷公司指出，产业工会主要干部今年的特休假状况正常，大部分已经休完2/3的假。另外，司机员的休困时间，大家工作班是8点钟，安排1点半钟到2点钟休困甲食饭时间，是比劳基法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新北看完，咱来看高雄。自从今年正月开始，高雄市伫咧六合夜市、光华夜市，佮有南华商圈咧推出高雄币，这是一款手机啊 APP， 主要就是若有买米，就通去轻点数换优待。不过咱来看光华夜市这店家反应普遍拢真冷淡。早起大高雄市观光商圈总会就出面讲，会佮加讲我较侪市啊来合作，认真佮再杀看卖咧。来到高雄光华夜市啊，有个店家一透早就做生意，但问起着高雄币，虽然是参加试办的商圈，也是有店家讲，今年就落以来，拢无人客来问过。我听过啦，只是就是没有人在问，就完全没有人问啊，也没有在使用。就是店家啦，店家的老板娘都是做很久的，中年居多，所以有时候你要他们用这个，他们不见得会用。高雄币今年1月开始售，主要伫六合夜市啊、光华夜市啊、甲南华商圈来使用。不过店家反应真冷，普遍认为成效无好，佮有年纪较大的摊商讲袂晓操作着电脑，含推广拢无意愿。因此，高雄商圈总会甲中华科技金融学会来合照开记者会，除了强调上路以来已经升高26000外界，成效是并无歹。你要做的时阵，佮叫阮商店家吼。再买一个那个平板，那是多此一举。进阶版因7月份已经到这9月份就已经好了。年长的商家，我们现在会把消费者的影片、使用影片变成一个 QR code， 然后未来消费者他不会用，他去扫商家的 QR code， 他就可以看到一个30秒的简短教导使用影片。
主导高雄币使用方式金融协会表示，虚拟货币本来就需要时间来推广，慢慢来成长是会当预期的。为着要增加着普遍，嘛要伫过年进前，除了原先3个合作的商款扩大到15个，甚至要杀到外县市来增加着高雄币的使用率。记者刘廷丹、hen坤高雄报道。咱往来看桃园，桃园市大园里的海口里，里来一寡土地，去互市政府征收要建设防空城。啊，毋过有的住户无划入去征收的范围内底，因也组织自救会去到土地征收审查会议的现场တင်情。因讲，阮的徛家厝离未来防空城飞行机的跑道是真晏，毋做伙征收，别日若会吵、会淹水、空气阁歹，是要叫人安怎生活呢？季节噪音，季节噪音，我要征收，我要征收。提标语大声抗议，桃园市大园区海口里原地保留户筹组自救会，透早到航空城土地征收审议会进行。5万元纳入区段征收范围内，有地上不补偿、配地、搬迁补助、税厝补偿费等等。为着抗议啦，爱征收我拢飞行机足差的啦，机路拢拄啊替厝顶过啦，真差拢袂困。跑道垫高之后的那个高度相当于2层楼高，以后势必说海口本来就位处低洼，以后一定会淹水，你噪音、空污加上淹水，种种问题。里长表示，少数人声音不应该影响大部分人的权益。原地保留户甲未来第3跑道，只计200到500公尺，航机噪音达超过100分贝。学校派出所消防队也拢会被刷走无生活机能，沦为边缘化厝顶公民。跟内政部都委会提出陈情，那以后都委会呢经过检讨之后呢，纳入区段征收范围，那后续我们再依照都委会的决议来补办区段征收相关的作业。我们不贪，我们也不会去想要说换哪个地方比较繁荣，我们就很简单，维持原状就好了，剔除就剔除了，不要再所谓的纳入征收。有人想纳入征收，也有人想原地保留。地政局表示，都市计划已经审议通过，目前已经进入区段征收审议程序。有关民众陈情建议，伫区段征收计划审议通过了后，检讨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咱先来讲，有一间英国顾问公司发表全球金融中心比评的指数。咱台湾自3年前排伫咧全世界第21名，那到今年变第34名，甚至比较中国的深圳、青岛还较低。但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顾立雄主委是讲，负责咧调查这间英国公司和中国是真有来去，这个指数未免是有较失公正。反送中抗争继续伫拖，毋若真严重去冲击到香港经济观光消费业者，佮团促企业外移佮撤资，金融中心的地位去受到挑战。台湾敢是有机会来取代？金管会主委郭立雄表示，台湾因为有法规、语言、税制、汇率，还有对消费者保护等等5大因素，所以真好取代香港。若是今年9月中以后，由全球金融中心指标 GFCI 所公布的上新的调查结果，台湾伫咧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拄2016年9月份的21名，到今年的9月份那个34名。甚至是比中国深圳、青岛等等拢搁较后壁，引起立委质疑台湾金融竞争力敢是当地退步。GFCI 其实他做这些的时候，他跟中国在这个他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这个指数不够客观就对了？您的意思是这样吗？对。GFCI 这项排名是用经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建设、金融体系发展，还有国家声望5大指标来综合评分。郭立雄表示 ，GFCI 真侪评分的项目是用问卷，另外因甲中国的关系哪像袂歹，一寡调查甲收集的资料可能对台湾无啥公平，已经请金管会伦敦办公室去了解。这个像外会议上的这个有一些要求，有一些管制啊，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金融法规管理跟国际上差距，也有些蛮大的。同时，我们这个当然金融管理这方面的这种要求啊，
跟国际也没有办法接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子系金融机构本身它的国际化程度不够。因为台湾的排名2016年时阵也阁袂歹，毋过后来却一直退步，离香港、新加坡的排名是愈来愈远。郭立雄表示，未来向3个方向来拍拼，尽量开放多元的金融商品，而且国际金融分行 OBU 伫咧台商市场做资金调度已经有一定的成绩，嘛会继续来加强，来建构金融机构的韧性，鼓励产业创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沙特阿拉伯国内第一大间的国营石油公司，12月11日伫咧因国内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一个开盘就阁起10%，市价已经超过 Microsoft 和 Apple 这国际性的电脑公司。目前是全世界资金募集了上介济上市公司。沙国代表官员敲锣，全球上大能源公司沙特阿比石油11日伫沙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开盘价35.2里亚尔，比发行价32里亚尔起超过10%。市值达到1.88条美金，超过微软甲苹果，变做全球市值上悬的就市公司。专家认为，12市值会破2条美金。We're going to hit $2 trillion tomorrow. We will be very surprised if we don't surpass. 这道 IPO 目标256亿美金，超过2014年阿里巴巴纽约250亿美金的纪录，变做世界上大规模的 IPO。Ich würde sagen, der ist für Saudi-Arabien sehr wichtig. Das ist ja die haben das größte Ölfeld der Welt, das Gaba-Ölfeld. Und wir wissen ja alle, dass das Öl keine endlose Zukunft hat. Und jetzt ist so ein guter Zeitpunkt. 另外，沙特阿美嘛预定明年会伫海外市场挂牌，就市的地点就有可能是中国大陆也是日本。And we think Asia may be one of the more attractive listing venues. A Tokyo listing actually is a rational approach. 股票就市嘛吸引超过1060亿美金的法人进股，但是投资人大部分拢是对沙国本地来，无法度吸引到海外投资人。今年9月，沙特阿美2位的设施互无人机攻击，地属原油的产量减一半。加上这几年来全球能源市场继续增加，是互投资人唔敢订单的主要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昨有报讲缅甸国家的头人，就是国务资长翁山苏姬，伫咧荷兰的国际法庭亲身为军方辩护。伊讲军队就算有过头运用武力，嘛绝对毋是有意要将罗兴亚这阵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灭族。那这款指责是会造成国际社会误解。啊，毋过逃命脱出缅甸遐的罗兴亚的人，听到这款话，是应该讲翁山苏姬全白贼。缅甸国务资长翁山苏姬在一穿深色的套装出现伫咧荷兰海牙和平宫的联合国国际法庭，亲身出面来替缅甸军方针对近来若开邦的罗兴亚族人种族灭绝的指控进行辩护。翁山苏姬是缅甸实际的领导人，伊强调讲，伫咧西非甘比亚所提出的指控，完全会互国际社会来误解。Regrettably, the Gambia has placed before the court an incomplete and misleading factual picture of the situation in Rakhine State in Myanmar. Yet, it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hat the court assess the situation obtaining on the ground in Rakhine dispassionately and accurately. 今年74岁，翁山苏姬变做头一个徛起伫国际法庭的国家领导人。伊进一步强调讲，缅甸军方2017年8月份伫若开邦所做的行动，是针对罗兴亚武装分子攻击军警所做的回应。罗兴亚人无厝通返去，嘛是若开邦武装分子攻击警方所发生冲突所造成的。虽然无排除军方伫咧行动当中过度使用武力，毋过无法度证明军方有种族灭绝的意思。嘛强调讲，缅甸有军法制度，呼吁国际法庭毋通采取任何地区局势变卦的行动，来迫害缅甸国内种族和谐甲和解。We pray the court to refrain from taking any action that might aggravate the ongoing conflict and armed conflict and peace and security in Rakhine. 自2016年缅甸若开邦新一轮的危机发生以来，有超过74万的罗兴亚人走去隔壁国的孟加拉来民营。联合国事实调查小组2018年9月份做出报告，认为缅甸针对穆斯林少数族群的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西非的甘比亚11月份向国际法庭来指控缅甸军方集体谋杀、性侵罗兴亚人，还有迫害罗兴亚砖仔头的罪名。啊，毋过在伊伫咧法庭面顶，代表缅甸的律师反击，甘比亚无法度证明种族灭绝的意思，嘛无法度交代死亡的人数。针对翁山苏姬30分钟的抗辩，罗兴亚人权团体认为讲，拢是想要解释罪行的言论。伫咧孟加拉南边亚流亡的罗兴亚族人嘛，拢真受气，骂讲翁山苏姬讲白贼。翁山苏姬
যে কথাবার্তা গাম্বিয়া কোন মাঝে কথাবার্তা বক্তব্য দিছে সম্পূর্ণ মিথ্যা জুলুম আমাদের অত্যাচার জুলুম 外界认为讲，翁山书记选择要甲诺贝尔和平奖得奖的人甲人权斗士的形象摕来拼，替缅甸军方辩护。一方面是国务资政的责任，毋过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明年的大选，想要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所做出来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真侪角头拢有环境问题。来看澳洲的火烧山继续咧炭，地处空气歹到乌烟，甚至讲有一间办公大楼内底导火警报系统。 测到这款乌烟，就当作火烧，大声咧弹，惊到真侪办公人员赶紧就撤走。目前澳洲的雪梨嘛，变作全世界空气相当歹一个城市，比较中国的北京还佫较害。礼拜二一透早，雪梨就雾茫茫，有名地标国统院甲雪梨港大桥用要看无。近一段天了后，伫强风甲40度高温的助长下，澳洲也会出现失控局面。加拿大新南斯威尔省就近摆起火点，引发的烟雾将雪梨天顶染成感觉黄色，当地居民生活大受影响。 It's not great, is it? The weather's not too bad, but the smoke haze is really quite intense for today. Just got to pray for rain. We have to, otherwise it will just stay. 因为能见度上摆，真侪人坐渡轮被迫停驶，有名棒球赛临时法庭勉强举办棒球赛，转播员拢看不清楚现场状况。 Evacuate now. 高高烟雾引发100多件火警警报，连接消防总部也共款，工作人员必须暂时撤离。真侪上班族共款被迫退到大街路，登记测得空污指数比危险等级高出11倍，部分地区 PM2.5 指数超过500。和雪梨正做全球空污上严重的都市之一，引起黑谷川，也就是呼吸道无舒适病例也明显增加。当地居民伫大天常常去的金色沙坡，也因为野火火呼染成一片乌。 遭到污染海水，恐然也将危害海洋生态。澳洲消防官员表示，未来几礼拜当地油源会出现关喷，也会恐然短时间内尽快拍花。记者综合报道。同款空气污染的问题，咱来看屏东枋寮乐乐饲鸡场，5冬来一直互人检举讲饲鸡的臭味影响生活起居。 尤其屏东县政府采发了后，嘛是同款无改善，继续咧经营，甚至佫引起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来关心。昨屏东县政府总也是正式行文废止乐乐饲鸡场畜牧业的登记证了。现在这场测照，那确实我们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毕竟辛苦5年了，忍受这个臭味已经5年了。我拢超家囡仔拢衣柜别关咧读册啊。真正做草吗？啊，今嘛这阵啊，有甲大风较袂啊。哦，你好。臭较袂啊，啊无拢透到，门拢唔敢开的啦。枋寮有民众欢喜甲放炮，阁有人请厝边头尾食豆花，拢是为着庆祝9年来的臭味解决咯。县府指出讲，今年7月、8月、10月连续采罚业者3摆，业者的罚金125万，业者也是无改善，依法废止注销畜牧场的登记证。过去有人讲饲猪会造成空气歹，但即马有新的科技的办法来解决咯。彰化县饲猪的业者是台湾第3济，饲猪户有670户，总饲的猪仔有77万1000几只。政府近来咧推动猪粪再制，变做沼气来发电。彰化的兄弟牧场虽然敢若饲5000只猪仔，不过再制出来的沼气量真足，也正做县内头一间摕到台电的合约中小型的牧场，咱来看卖。以远端遥控的技术启动牧场的发电设备，伫咧鼻头乡的兄弟牧场，正式将臭气发电的电力卖予台电。这是彰化县第一间中小型的牧场成功甲台电签下卖电的合约。县府认为，透过供应面相关的技术，将会有更较侪饲猪户愿意投入臭气发电。他们所产生的这个尿液跟粪便哦，是大家比较容易引起恶臭、环境恶化的一个部分。那这次透过我们工研院的辅导，那以及我们这个能源局、台电的这个通力合作，现在呢，让我们的垃圾真的是变黄金哦。彰化县府表示，以往一个饲猪场上少要有8000只以上的猪仔所产生的臭气量，才有够发电，而且卖予台电。但是这个甲台电签约兄弟牧场，
敢若有5000只猪仔透过设备的改善，才顺利甲台电并联卖电，每年卖电的收入差不多会使有近100万。一般我们政府在推动，一般之前都是大型养猪场在做。那么像我这样的中小型养猪场，因为经过我们那个工业那个团队的辅导，可以把早期的产生量达到最大。彰化县是全国第3饲猪仔的县市，饲猪户有670户。但是以往因为设备甲成效的问题，卖这饲猪户对臭气发电有疑虑。即卖少有兄弟牧场成功卖电予台电，希望会使有更较侪中小型的饲猪场加入臭气发电，予饲猪业的再生能源，嘛会使为台湾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记者张华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宜兰壮围风景区景致确实好，不过所发生讲有人将一寡铁厝、番厝清出来建筑废品，再来遮乌白道。警方已经开始咧追查，嘛要提醒民众，这款作为上价是会罚10万块。另外，也嘛有乡民代表提出讲，像这款焚化炉无要收的废品，到底要安怎处理？政府要对源头设法来改善较有影。宜兰这条外海的脚踏车道是作为重要的观光资源，不过所有人来遮乌白道本所。乡长辛青山到现场来视察，所发现讲这是焚化炉无要收的建筑废弃物。有人无找业者清运乌白沙来遮倒。乡长指出，警方已经在追查。恁若有这种的建筑废弃物，希望找民间的这个业者吼，专门去处理这种的。来做一个处理，千万唔通直接乌白道哈，因为这所在是一个风景区啊。东北角风景管理处表示，根据发展观光条例，若是乌白道本所，会当罚5000到10万块，唔通安尼做。对此，作为乡代会副主席林万国表示赞同。不过，针对少数环保局无法度处理的废弃物，伊嘛讲政府应当要提出对策来协助民众有合法的管道通处理。目前。这条路顶头，除了这款的物件以外，嘛有人摕一寡马桶，无法度收，拢爱有人专门修理废弃物的公司才有得收。啊，这问题出伫讲老百姓为了一个下面改一卡马桶，一卡尔，你要叫伊去叫一台废弃物来，无法度。迄不成比例。乡代会副主席指出，要整体来思考，才会当解决废弃物处理的问题。宜兰的好风景需要政府和民众大家做伙来守护。记者综合报道。有人乌白拼，嘛有人认真拼。咱来看新竹有一群民众，为着要保护海洋的环境，家己组织一个团体，号名叫做海底湖大队。因畅水入去南寮渔港的海底，高200多公斤粪扫起来。看到有影，互人会惊觉。畅水员蹛在海底内底清除鱼网啊，这定为新竹各行各业的人，为着要守护海洋环境，总共组成15个人的团队，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派去重20公斤的装备，落海进行清除海底粪扫的超级任务。印象比较深的有摩托车。摩托车就在南寮在近海那边有一台摩托车的骨架，还有大渔网，那个大渔网是我们人拉不起来的，那后来动用了那个拖吊车来，我们再下去绑钩。底下的礁石一些渔民放那个渔网下去，有时候都是海流的关系，都会缠绕在岩石上面。新闻感慨讲，这几年来看到海底环境已经渐渐去渔网啊、甲粪扫破坏，因此决心投入去海底粪扫清除的工作，为守护这片海洋做努力。现在社会在宣导有比较少了，我们看到几乎都是可能就是前阵子去遗留的，甚至于是外区域流到我们本土区域来的。如果这个海底的东西没有被清出来，这些网具呢会在海里面当做一个凶器一样，很多的鱼呢都会被网住哈。那这清理之后呢，那个效果很好，就是说发现很多的鱼群都已经陆续的回来了哈。环保局表示真感谢这群人的无私付出，并且呼吁大家守护海洋上好的方法，就是唔通把粪扫流入去海内底，唔通乌白等粪扫，再使守护海洋的生态。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地方的放送头，顶阵咱有报讲，金门县政府咧举办老兵调集令的活动，招过去阿兵哥登去金门行看看咧。捌驻守伫咧金门31支部队内底，尾手是敢若剩一支9强部队，也无人行骹到。
啊，接到这单消息的老兵赵连生、赵先生，伊就赶紧带后生新妇倒转去到金门行达，互这个活动通好顺势搁圆满。你就房子不一样了，房子新改新的，改新的，对，不一样。现在他这边有个房子，我们住在这个就这样。赵连生是249强部队的兵啊，回来到金门，伊的心情是真激动。我就住在龙边上，我们那个女孩子叫小玉叶，她儿子叫黄金盘。希望已经90岁啊，伊要是用天天到金门就像行走卡，总讲厝已经订婚，伊也会记得当年的位置，也会记得做兵的代志。我们210是38年9月份，从那个厦门对面有个集美。集美中校，可是那个同安马巷也我们也说过。金门老兵调集令活动，招募驻守金门的31支部队回来，因为上无一队9强部队老兵赵连生回金门，有一个圆满的结果。55岁了，这个是我们廖处长，这个是一个李方伟上尉，这个是姓王的。赵连生也把当年做兵的人事派令相片提出来，等予大家看，让大家了解当年金门的战地光景。真是感觉像流泪，不是假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太平时代做兵有当着啊是国民的义务尔。啊，毋过战争时代去上战场会改变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生涯。今日解文说字，国政要来讲日本时代。有真侪台湾人，互日本拖去东南亚做军夫，拖去海南岛做军夫。过去台湾歌嘛有这种歌词咧描写。头一趴，咱来听这条《望龙早归》。歌词讲：思想我军坐在汤，东边月亮红，春风吹着阮一人，袂得照希望。离开遮久的台湾，无想咱乡村，家内又搁遮尔散。啥人袂怨叹？这条望龙早归过去，经过50几冬，资历真深的老播音员詹庆荣先生，伊的艺名叫做飞虎。飞虎老师伊捌亲身访问过这条歌的作词家陈志生，伊讲这条正就咧写日本时代台湾人互拖去做军夫这种的家庭，有影。歌词咧写。家内又搁遮尔散，啥人袂怨叹？伊讲离开遮久的台湾，这毋是咱家己要走出外呢，是无奈的呢。第2拍的歌词写了搁较感动人，人同齐过来听。讲离开比水流较远，放阮在田庄，甲囝一暝食一顿，消散面青黄。囝若口要鸟来糖，一暝口甲光。我军是你失拍算，怎样去遐远？歌词内底讲离开比水流较远，这实在是文学性的描写。水咧流去倒位，咱要哪会知？但是咱的红婿离开了，比较水也搁较远。啊，无奈，咱着甲囝一暝食一顿。别人厝边头尾囡仔有鸟来啊糖通好食，咱的囝口尾爱鸟来啊糖，一暝口较光。我军。你怎样去遐远呢？来到第3拍的歌词，内底歌句讲：看见水底的鸳鸯，加添阮忧愁。目屎哪流又哪想，袂得转家乡。囝若口枵又无饭，大用番薯汤。想要做工骹手软，啥人心袂酸？是啦，较早的环境，较早遮尔艰难，歌词唱出来。真正就是台湾历史的背景。啊，飞虎老师访问陈志生，伊嘛讲毋若干那这条望龙早归。因早咱伫解文说字捌甲你解说过，讲黄昏变色风台雨，怀念红婿海南岛迄条生活苦，嘛共款咧写军夫的生涯。听过去的歌，想过去台湾真实的历史，咱就是望讲未来会当看到永早的人艰苦经过的路。你想讲台中大道社埔社区发展协会，因着用2年的时间，收集正清件古早时的生活器具，甲囡仔耍，
打造出一个大肚山乡土文物馆，要来参观的人客看会到，甚至摸会到，体会顶辈咧设计者日常的器具是偌用心咧结头壳，咱嘛做伙来看卖。台中市大肚区正埔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去做一个大肚山乡土文物馆，开2天的时间，收集了1000件古早文物做展览，其中有生活器具，嘛有真侪佚佗物仔，互人感觉真新鲜。活动筹备差不多2年外，但是主要是咱埔社区这的兄弟姊妹大家共同给咱提供这的古文物啦主要我这个名称会写讲做乡土这个古文物是大肚山的，不是干那我这个社区尔，整个大肚山里面横跨的乡镇比较大一点，范围比较多。不管是古早时代架车用的火桥，还是建造用的龙骨水车，拢会当伫这个乡土文物馆内底看到。社区发展协会甲收集的文物整理分类，要带民众了解过去社会的历史。对我们整个大肚区来讲，不管是从怀旧文化，或是说一个观光资源的话，以后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推行。这个古早文物目前伫咧大肚区正埔社区活动中心展出，民众唔来当去参观，体验古早人生活的智慧，嘛当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世界出名的《Time》时代杂志风云人物昨发表，瑞典一个16岁推动环保的少女，竟然打败美国总统川普，还有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抗议的人士，因遮的人拢做伙摕到今年的风云人物。2019年时代杂志风云人物11出来，少数年会都为气候变迁挺身而战，勇敢批评全球领袖瑞典16岁环保导师桑伯格，打败经济对手，选为今年的风云人物。The current world leaders are betraying us, and we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anymore. We will not let them get away with it anymore. We say enough now. And change is coming,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We picked Greta as the Person of the Year this year because she's become the most compelling voice on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acing the entire planet. 时代杂志指出，桑伯格勇敢发声，以去年8月展开环保运动，10个月来拢无停，也佫行入联合国呼吁全球领袖对气候变迁采取行动，甚至甲美国总统川普争论，伊行动启发400万人，伫今年9月参加全球气候白区，加做有史以来规模上大气候示威，也是92年来时代选出上少年的风云人物。We need optimism to keep going and to not give up. And optimism comes from action. And once we start to act, there will be a lot of hope. 桑伯格对美联社表示，伊无想过会中选，暗过感觉真荣幸，佮继续呼吁全球关注气候议题。甲桑伯格斗阵竞争年度风云人物晋级5强的，还有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反送中示威者进前伫票选中得到89%支持率，可惜最后无选中。不过今年7月，因已经入选时代杂志25回网络名人榜。另外晋级决选的，还有美国总统川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加促成众议展开川普弹劾调查。乌克兰问的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入选到前10强，无晋级决选。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加拿大有一间航空公司的业者，当完成全世界头一摆全面拢食电的电动飞行机试飞。虽然这架飞行机敢若载6个人，上界远是会当飞到160公里尔，不过试飞成功嘛，代表电动飞行机的时代已经到位了。顺水面慢慢起飞，这架用载6名乘客水上飞行机测测伫加拿大温哥华完成第一座全电动飞行试验，有时电动客机的时代都要到啊。This is hugely significant. I mean, this 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actual certification of a passenger aircraft that's fully electric. The path to here was rocky, as any aerospace path would be, but the team overcame every challenge that came up and solved it.
第一摆飞行试验圆满结束，不过加拿大港湾航空公司至少要搁等2年，进一步确认飞行安全无问题。得到监管单位允准了后，将展开下一步计划，将旗下超过40台水上飞行机全部电动化，真正载客上路，达成节能减碳目标。目前电池续航力依然是电动客机的一大挑战。亲像这摆飞行试验使用水上飞行机，上济只能靠锂电池飞160公里，当日飞的时间也只有15分钟。不过每年乘客运输量50万人次的加拿大港湾航空公司依然充满信心，因为因已经向新时代跨出一大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这2日在台湾各地头气候拢真稳定，不过东北风继续咧影响。早暗温度增差嘛真济，咱若出门就要记得加早衫。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方详细资料。北部18度到24度，中部这边19度到27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28度，东部是18度到24度。金马平湖14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